長過10分鐘啦。咁啊，上半場除咗有2分鐘，亦都有個特別街場條例係會觸發出嚟嘅。頭先4場季軍戰都先有觸發晒我哋事先預備嘅6大規則嘅，都幾過癮嘅。上帝之手個人啦，溫內溫又得意啦 ，FOE 啦 ，Hattrick Hero 啦，乜都有齊啦。我熔岩制度都幾過癮添㗎。兩決賽方面啦，我哋現場都有好多嘅攝影團隊喺度添啊！隆重其事我哋嘅決賽大戰，啲對抗成個相當之高喎。做到埋嚟，我就13個團喺度啊！李日南啊，我要13比賽啦！應該現場都好多家長喺度㗎啦，家長都好支持小朋友啊！培育係呢邊一省。20換，再嚟吳宗軒大戰對面南華首位先啦，黃色杯就盧凌俊。咁啊之下幾時再省呢邊再留翻回到翻轉頭，幾度上前，做人吳宗軒繼續做軒仔。上嚟，哎呀！腳背片埋去14號就曾子希啊，速度都爽快嘅呢場賽事啊！呢邊做呢方橫先，初翻埋嚟，鬥千鬥再鬥，龍門矮係結束啊！龍門矮就好易會鬥高啊，容易呢波。曾子希。呢邊一省只係如何先？努力！OK 啊，喺度啊，攬實轉唔到3次，你男人要向仲有隊友響度嘅。哇！呢邊一撞加少少先啊！非常得戚，轉身一踢埋嚟，再一個左腳大腳不翻上前，回鏡頭打鬥啊！所以足球啦，細細個開始學好重要啊！啲基本功啊、意識啊、團隊意識啊，點樣配合啊？越細個開始踢就一定要着數㗎啦，尤其是呢個年紀。你先啊，吳宗軒，1比0啊！好啦，嚟到南華反撲先啦，即係篤落去，黃冠有盧凌俊喺度，再框又如何？呢邊再攞翻先。13號，李日南啊！比數啦，呢邊再流，日賽應級鬥拍，係吳宗軒招翻埋嚟，13號就李日南喺度啦，球賽整埋去有冇事？嗱呢波有時候咧就中咗個網啦，即係中咗個圍欄咧彈翻出嚟都有機會望到烏龍喎。再波自己下緊㗎，好嘢啊！3比0㗎，呢個係13號嘅球員啊，李日南。換人啦喎，有10號就陳思入咗嚟，哇！呢邊回家先 ，OK 喎。紅波打張以軒啊，回嘅頭先啦，1比3。再省，比賽上場10分左右。都幾勁嘅喎，決賽。
獎啊！咁嚟啦，冠軍同亞軍嘅獎品方面亦都有少少唔同嘅。啱都收到個冠軍獎品咧，都相當之豐富，哇！攞上去掛網添喎，呢隻所謂嘅掛網啦嚇，真係掛上去天花板嗰度添啊！可惜啦，掛上去就唔多人口啊。咁啊，等住呢場波先揾波手整翻個波落嚟啦。我哋嘅比賽繼續先。剩咗就有好多唔同嘅足球啦。咁由於13賽事嘅波會細少少啊，應該會24號波嘅。攞定。如果觸發咗加出嚟係 tiny 波的話，就會係變1號波添喎。mini 波嘅。其實有搞掂。紅孩兒張以軒啊！紅色衫、紅色波，哇！成身都紅運當頭啊！2-3，呢邊邊教法先，教翻順，仲軒有兩馬配兒就去唔到住，後面仲有撩翻上前，子瑜。未夠13歲啊，可以睇到咁精彩足球，好嘢！咁我哋係不停標嘅，咁去到倒數2分鐘開始咧，就係到我投標嘅足球出嚟嘅。再做，我哋再講一先啦，撩翻上前，子瑜俾到橫咗，幫你衝落去入配兒。後面鬥住咗啊，仲軒喺度啦，佢篤到埋去，鬥搶邊度快，中間立順，有啲黐腳連住翻到波，好似係咁啊！爭邊個結果咧就冇知點講添。OK， 3-3喎，好激啊，好接近嗱，我哋今日啲季軍戰就冇試過，反正成日打和要玩呢個咧就1-1。但係咧呢場波有冇機會咧決賽出奇啊！我見就真係勢不力敵啦，你一球是我一球。實有搞掂好過啊！仲軒又有進賬啦，4-3。準備觸發特別條例，下呢波喎。嗱 U13 就本來唔係踢5號波，係踢4號波都細啲嘅啦，而家更細多幾個尺下玩1號波。下呢波mini波，好講基本功啊！頭先有場季軍戰啦，下呢波都做到曾子希。哈利波其中個入波嘅竅門係咩咧？通坑渠，通坑渠係其中一個絕招嚟嘅，因為想夾都夾唔切，有時候要好善用呢一招啦。再嚟入翻場先啦，14號就子希，再猜哇咁純熟嘅，呢3個全速猜通晒喎，入籃子希。拍到，朋友盧力俊啊，再一次射進了。好啦，再有搞掂，又搞掂啦，犀利啊！呢邊計省有幾個？接手嚟都有女雜棚喺度啊！頭先女雜棚好嘢，再大家鬥牙，飆翻上前立到左腳拉，雜棚
睇到，讓翻轉頭，左一筆勞力進，變一上場反彈。最後20秒，都係可以略有輕微保持嘅。所以就以球證吹雞為準啦，球證吹雞為準先係完啊！呢邊再撩，再射，玩埋後腳踩，再射，哎呀！